今年首季香港樓市迎嚟咗全面嘅強勁嘅復甦，支持樓市復甦嘅主要利好因素可以形容做一浪接一浪。先睇下整體物業嘅表現，根據土地查冊處嘅註冊嘅數據，首季整體物業註冊量達到23,292宗，按年大幅上升46.4%，創下咗13年同期嘅新高。整體工商鋪嘅註冊量亦都去到1156宗，按年上升咗8.5%，創咗4年同期嘅新高。一手住宅方面，首季成交量錄得6291宗，按年急升43.8%，創下咗自2013年一手新例後同期嘅新高。二手住宅方面，首季錄得14,600宗，按年大升超過40%，創咗近5年嚟同期嘅新高。成交同步向好，反映咗樓市復甦全面，買家信心亦都逐步恢復。值得一提嘅係，新盤事隔咗3年半重現日價，一手銷情理想，庫存量急降，3月底貨尾較舊年高位急跌咗24%。現時多項利好因素支持樓市，換樓鏈嘅動力加強咗，資金繼續流入香港，我哋好有信心，香港嘅樓市將會進一步回勇。咁為咗更加有效咁反映呢一啲新興嘅購買力啦，同埋即係成個市場嘅二手交投嘅變化咧，咁我哋咧就會劃分咗10個新社區，亦都選擇咗咧超過70個嘅新進二手屋苑咧，訂立咗呢一個叫做10大新社區嘅二手成交嘅指標。大家如果睇翻呢啲10個社區咧，分別咧就係港島嘅黃竹坑啦，咁而家九龍區咧就會有康城、將軍澳南、南昌同埋啟德區。新界區方面咧有白石角啦、大圍、荃灣西，另外咧就仲有元朗站同埋元朗南。呢10個區域咧加埋咧，其實咧就會係我哋嚟緊10大新社區嘅一個指標。總數咧，其實咧呢10大新社區咧，目前咧就已經有92,000伙嘅單位。我哋發現咧就係一啲新社區入邊咧係明顯咧受到一啲年輕新世代咧更加中意。平均樓齡咧都係大概8年左右，明顯咧係樓齡係新好多。喺2025年咧，10大新社區嘅二手註冊量咧已經係超過3000宗。相反咧就傳統10大屋苑咧就大概係2800宗啦。大家見到咧喺10大新社區嘅二手註冊量咧已經係反超咗超過1成。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呢啲嘅數據咧都充分顯示到咧，其實喺10大新社區咧將會越嚟越受到年輕嘅用家同埋內地嘅買家嘅青睞啦。不論在於佢嘅市場認受性、流通率同埋嚟緊對樓市嘅重要性咧，都係會咧日益提升。